来看台东的富港渔港哦，未少民众来遮钓鱼是钓好到小报，也毋过哦，附近的环境煞愈来愈垃圾。有民众嘛反映讲哦，来遮已经钓无啥鱼咯。港区目前的征收，未来哦嘛按时要来成立钓鱼的专区，好好来做管理。台东富港渔港即嘛当是钓白鱼的时期，尾仔嘛未少民众拢去东华捕花钓鱼啊。毋过今年去遐钓鱼的人，发现鱼仔减少，钓无啥鱼啊。怀疑是环境改变，加上可能有粪扫流入海，鱼仔拢袂活来。毋知是地形变啊，是安怎吼？流水嘛无好啦。因过富港渔港都捌发生过真侪粪扫的情形，钓鱼协会也佫发起捡粪扫的活动，毋过也是无法度解决捕花粪扫真侪问题。即马渔港当咧征收，官府按算年半征收好势了后，要成立钓鱼的专区，委托团体来管理，以使用者付费为原则，提供一个安全较好的环境，互民众会当自在伫遮钓鱼啊。把这个制度先做完之后，后续才会公告这个钓鱼专区，那也避免一些游客或是用港人员的相关的安全哦。渔业科强调讲，钓鱼专区成立进前，也是无鼓励民众去遐钓鱼啊，已经用协调海巡安检所来看到，另外卖安检时期来处理乌白蛋粪扫的情形，那违者会以废弃物清理法罚清2块至60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